大家好，歡迎嚟到窩廉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5月30號啊，呢條係第二條片嚟嘅。咁啊呢排咧呢幾日啊，直情係新世界都好多消息喎。嗰啲融資大家都及實啦，因為6月啊、6月中、6月頭啊等等啊、6月尾啊，喂，陸陸續續啲債到期啊、永續債諸如此類嗰啲又唔贖回啊，咁啊利息暴增嗰啲啦。咁啊啱啱咧就係佢要撲水啦，係嘛？即係要再融資還債。咁啊之前咧好似搞唔掂噶嘛，金管局啊好緊張要介入喎。點解咁緊張咧？因為新世界咧唔能夠冧嘅，只能夠咧最多都係潰而不崩。但係咪救到咧？唔知係嘛？大家依家努力救。咁啊見到咧嗱，佢其實需要50間銀行咧，暫時咧只有12間首肯嘅啫。咁啊當然啦，事態一路咧講啊，一路發展落去，日日都有新消息，一陣間又有新消息。咁啊籌資咧之前咧到40%嘅咋，唔夠啊，只係40%咋。咁啊慢慢又再籌啲，又再抵押啲。咁咧其實咧風險極高啊！夾住啲銀行咧要幫，銀行唔幫亦唔得喎，因為咧火燒連環船咧，最終係燒到銀行嗰笪。但係幫又危險喎，因為高風險啊，搞到啲 CEO 咧親自要介入啦。話啱啱最新有一個消息咧，永續債啊需要延遲派息啊，成件事令人憂慮啊。不如咧去片啦，講解下最近呢啲情況，同埋咧，喂會衍生咩嘢咧？有啲擔心啊，去片。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咁好啦，講翻新世界最新嘅消息啦。咁啊，最主要咧就跟咗係彭博嘅新聞啊。彭博咧連續2日咧都發稿啊，都有講新世界嘅消息啦，包括咧佢揾咗12間銀行啦，終之肯啦，哇！經過咁多人傾咁啊，當然啦，華文媒體都有報道啦，係嘛？啊咁啊，CEO 要積極介入喎，點解咧？咁樣係嘛？最新咧又有啦消息啦。嗱好啦，嗱新世界咧正面臨一場咧生死攸關嘅融資戰啦。嗱根據彭博最新報導啊，新世界咧努力喺6月底之前咧要完成一筆咧875億港元啊，即係112億美元嘅呢個巨額再融資啊，即係咩啊？即係債冚債咯，涉及超過50間銀行嘅要需要，咁啊暫時咧稱之為咧香港啊歷史上最大嘅企業再融資嘅交易之一，有冇之一咧嚇？可能冇之一噶咯。咁啊呢筆貸款咧，對於新世界嚟講咧係咧生死存亡嘅救命草啊，因為咧佢哋需要喺6月啊應付多筆債券嗰個票息啊，包括一筆咧3450萬美金嘅永續債票息啦。喂，萬一爽約咧，票息咧即刻咧會飆升噶。咁啊，之間唔贖回嘛，係嘛？其實應該就係話10.5厘嘅喎。你話咧係咪仲難搞啊？嗱，進一步咧會壓垮佢哋嘅現金流添㗎。咁啊，到目前為止咧，其實依家咧，彭博就話咧有咧12間銀行參與㗎啦，提供咧只係講緊350億港元嘅啫，本來要875億啊，呢個係前一日嘅新聞啊。咁啊，佔大概40%度啦。咁啊，參與嘅銀行咧，包括咧中銀香港啦、匯豐啦、渣打啦、東亞啦、富邦啦、恒生同埋法國工商銀行啦，3大發鈔銀行都齊係嘛，響應啊，幫手啊，唔幫啊，真係唔得啊！你寧願啊佢潰，但係不能崩啊！一崩咧，連鎖反應香港樓市崩堤啊！仲有商業價格資產嗰啲咧都麻煩啊！咁啊，銀行做咁多按揭咧，其實咧銀行咧都依家咧震過貓王啦。嗱，咁啊，再即係呢啲大行12間啦，嗱合共咧就承諾超過200億港元噶，但係咧有超過30間銀行咧仲喺度糾纏啊！哎呀，真係唔夠膽嚟料啊！因為咧風險真係唔細噶。原因咧係因為咧新世界嘅財務狀況啊，令人憂心忡忡啊！嗱，據報咧佢哋嘅淨負債比率咧已經達到85% 噶啦。咁啊，有啲唔計噶啦，有啲即係之前好似係高盛定係邊間我都唔記得咗啦。就話你其實已經係超過100噶啦，因為你要計好多嘢，有啲冇計落去噶。咁啊嗱，遠超過咧行業嘅水平噶啦。咁喺2024年財年咧，更加錄得咧20年嚟咧首次虧損啊！舊年咧輸成197億港元啊！咁啊現金流咧捉襟見肘啊！銀行嘅內部審批個流程變得非常之嚴格啊！咁啊，部分銀行咧，甚至乎要求額外抵押品啊，同埋咧要更高嘅貸款利率啊，咁啊即係仲死更加高嘅貸款利率。例如HIBOR 加150至到200個點子啊，遠高於一般企業嘅貸款添㗎。更誇張係咧，
呢單交易咧同埋規模之大咧，連銀行嘅首席風險總監CEO 等等咧一齊咧要出馬。點解啊？因為要頻頻要求更新進度啊，同埋頻頻要求咧分分鐘有啲嘢咧，喂正路搞嚟搞去做，睇翻晒所有嗰啲 playbook 啊等等咧，可能借唔到噶啦。係咪真係要破格咁樣去搞咧？咁啊呢個咧係咪啊？即係如果唔係點會咧有咁多 CEO 參與咧？咁啊當然啦，有啲人話佢咁大啊，梗係咧去到 CEO level 都唔出奇嘅。咁啊，但係咪唔出奇咧？新世界嘅情況咁啊，自己諗啦，大家點解咧？因為咧新世界嘅融資咧已經唔係普通交易噶啦，而今次咧點解 CEO 又要點解要破格咧？咪唔做咯？點解咧？因為咧佢係涉及一場咧香港金融穩定嘅一個救市行動嚟噶，去到呢種等級噶啦。咁啊，唔單止金融啊，地產添啦，係嘛？佢仲有啲貨尾嗰啲啦，恐慌性咁樣掉出嚟，咁點算咧？喂，長實已經係唔係好玩噶啦？咁啊，四大地產商連埋新世界又係咁樣嘅時候，當然啦，四大講緊以前啦，依家咧已經係問水噶啦。根據市場分析咧，如果新世界搞唔掂呢筆融資咧，隨時要即時咧償還現有嘅債務啊，咁啊佢哋嘅債券價格咧，其實已經反映咗市場嗰種憂慮噶啦。例如咧永續債個價格咧，其實3個月新低啊，據報咧就係咧會去到咧曾經54.8美分嘅。咁啊市場咧甚至傳咧有新世界講緊變賣核心資產應急，其實佢都一路變賣緊噶啦，有啲即係賣唔到個價錢嘛，梗係對方梗係壓價啦，大陸嗰啲公司係壓到你爆啦，壓到爆啦，喺度咧彌留，但係咧又做唔到喎。萬一咧新世界爆煲啊，大家都講啦，等於咧打開潘多拉的盒子啊，咁啊可以引發嘅連鎖反應咧，拖累其他嘅地產商同埋銀行不良貸款啊，成個香港嘅問題嚟㗎。你嗰個普通嘅住宅物業啦，其實嗰啲商業物業啦，其實依家你見到啲富豪已經排隊啊，唔同層級嘅富豪咧，我全部都係報真實新聞㗎，你哋睇到㗎，唔使即係，就算你使唔使去形容啊分析？唔使啊，你睇真實嗰個情況你都知啦，使乜分析啫？一睇就睇到啦，係咪先？除咗咧875億呢個大融資咧，其實新世界咧仲有另一手棋嘅，就係咧佢將呢個咧啱啱又有一個新聞喎，即係我所以話咧一路咧準備緊，一路又出嚟呢個咧 Yahoo 財經啦，咁跟住呢個叫做咩 Infocast 嘅新聞嚟嘅，佢又抵押啦。佢咧就係咧用呢個核心資產啊，維港文化匯啊 Victoria Dockside 咁做抵押啦，尋求一筆咧最多156億港元嘅3年期銀權貸款啊，嗰個基礎規模咧係40億港元嘅，由德意志銀行牽頭啦，利息咧係定為 HIBOR 啊，哇好貴啊，加105個基點啊，呢筆貸款嘅資金咧係用嚟做咧提早償還或者回購咧部分現有嘅債務嘅，例如咧2026年到期嘅債券啦，希望咧能夠減輕呢個還款嘅壓力嘅。我見到佢哋都好努力嘅，即係有做嘢嘅。不過咧呢筆交易真係唔容易啊，因為咧原本同新世界借貸有關嘅銀行咧，今次選擇咧唔參與啊，因為咧佢哋已經喺嗰度咧875億嗰度再融資交易入邊咧，已經承擔即係承擔咗一啲好高嘅風險噶啦，已經哇再搞嚟搞去咁借又借嚟，左搭右搭咁真係搞唔掂啊！唔想咧再增加咧對新世界嗰種 risk exposure 啊風險敞口啊。根據彭博嘅報道啊，德意志銀行咧近日仲主動咧邀請一啲咧未同新世界咧有借貸嘅銀行加入啊，但係咧反應冷淡啊，因為咧市場對於新世界嗰種財務狀況咧其實信心唔足夠噶啦。維港文化匯咧雖然係新世界嘅王牌。即係佢王牌核心物業啦，估值超過200億港元嘅，但係咧嗰個資產市道低迷嘅情況底下咧，銀行擔心咧即使有抵押咧，資產變現能力嘅可能受限啊！依家啲估值咧，你賣出去根本賣唔到個價錢。你睇下阿陳炳志係嘛，俾人收咗自己住嗰間屋，話富邦話估值4.5億。基本上咧賣唔到，因為點解咧？陳炳志2023年啊，仲係高過依家好多嗰陣時嘅樓價咧，都叫價3.5億都賣唔到，依家估值4.5億點會做到啊？所以咧，大家記住啊，依家呢啲咩大地產商所謂嘅估值啊，所謂什麼嗰啲什麼佢哋嘅資產價格啊等等咧，全部我諗你打個4折落去啊，可能差唔多啊。
唔係6折，sorry，冇咁誇，6折4折都唔出奇嘅喎嚇。咁所以咧，啲銀行咧，你拿住你話當200億喎，我諗可能到時120、150都唔賣到咧。咁大件喎，呢個市場邊個啃啊？唔通叫李嘉誠啃咩，大佬？李嘉誠買咗翻嚟賣出去一陣又話唔得咁啊？點搞咧？係咪？唔可以在商言商嘅啦嘛，係嘛？所以咧，大家咪驚咯，資產變現能力有限，揸香港咁多呢啲大嘅物業。你咪叫國企去做咯，國企有冇錢咧？依家係嘛？嗱，加上咧呢筆貸款咧，將作為875億融資嘅呢個第二順位抵押啊，風險更加高啊！即係咧875億嗰扎咧舐咗先㗎。如果你一有咩爆煲，咁呢個仲要排隊添啊！哇，到時係冇用㗎啦喎。所以咧，部分銀行咧，甚至乎要求咧新世界提供額外嘅擔保啊，或者提高利息嘅補償，利息再提高咪再死啲。額外擔保揾邊個擔保啊？周大福啦，梗係周大福唔出聲，簽安慰紙喎，大佬有冇用咧？安慰紙，不過可能之後會幫手咧。咁啊嗱，新世界咧，你真係要密切留意噶啦。嗱，新世界咧呢筆貸款嘅截止日期咧係講緊7月11號，我有個表啊。其實呢個咧就應該係經濟日報嘅，經濟日報做咗個表，你睇下幾多呢啲貸款係嘛？新世界呢筆貸款談判嘅截止日期咧係7月11號啊，好快噶啦，時間係迫切噶啦。市場分析指咧呢筆貸款咧成敗將直接影響新世界嘅流動性同埋市場信心。如果成功咧，佢哋可以爭取更加多喘息嘅空間，爭取更加多嘅喘息空間，即係話咩？潰而不崩咯，未崩係嘛？但係如果失敗嘅話咧，就進一步變賣資產，甚至乎面臨違約、債務重組咁等等風險啦。好啦，咁啊講翻點解新世界咧？點解大家咁緊張係嘛？我哋要講翻嗱，新世界咧點解會落到咁大規模融資地步咧？背後咧其實同香港同內地個地產低迷息息相關，大家都知啦。首先新世界咧，哇呢啲講佢點樣咁樣衰，我唔講啦。即係我準備咗啲稿，但係唔講呢啲噶啦。咁啊，即係佢點樣爭千幾億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嘅嘢啦。嗱，我 skip 咗佢緣去來由，點解會搞成咁嗰啲啦？講咗好多集啦，直接講依家啦。嗱，新世界咧喺5月30號宣布啦，將旗下4隻永續債啊，即係呢個新嘅消息，令人更加憂慮啊！因為佢延遲派息啊！嗱，咁個總本金咧係34億美元嘅，大概265億個港元嘅利息咧，咁啊呢個分派咧就會延遲支付啊！原定咧喺6月9號啊、10號啊、16號啊同埋22號咧支付咧 A、B、C、D 咧呢個嘅永續債券嘅分派嘅，咁啊將會延遲到12月啦。嗱，根據市場嘅估算咧，呢4隻永續債咧每年派息啊，講緊大概係1.05億美元㗎，即係8.19億港元啦。咁啊，假設咧平均年利率咧講緊6.15厘咧，今次延遲派息咧就等於咧暫時舒緩咗一筆咧龐大嘅現金流壓力。咁啊，新世界公佈咧，雖然咧永續債嘅條款咧咁啊容許咧延遲分派而唔構成違約㗎，但係咧佢呢個決定咧限制咗新世界派發呢個酌情股息嘅能力㗎，除非咧涉及到員工福利或者係呢啲計劃等等例外情況啦。呢個消息一出啊，等於向市場發出咗一個好恐怖嘅警號啊！進一步咧加劇咗投資者對新世界個財務狀況嘅憂慮㗎。永續債嘅價格咧已經跌到落去咧54.8美分㗎啦。咁啊市場啊就擔心啊，如果再延遲派息咁樣持續落去咧，嗰個債價咧可能再創新低㗎。咁啊嗱，投資者咧嗰個信心咧亦都持續下滑嘅。嗱，佢哋嘅股價咧過去一年咧就跌咗超過30%。嗱，其實佢已經跌咗90%喎，大家知道係嘛？即係嗰個已經即係由高峰跌落嚟啊。咁啊，當然啦，之前咧佢搞到有啲銀行都肯幫手嘅時候咧，一度咧升咗9%嘅。我記得係早前㗎啦。咁啊，大家自己 fact check 下啦。咁啊，呢度咧我就唔打算去仔細講嗰啲咩股票啊，就係我講嗰啲宏觀嘅嘢同大家分享啦。嗱，債券市場咧其實更加唔樂觀啦。永續債嘅價格咧跌到3個月新低。嗱，頭先又講咗唔重複啦，有6月到期啊嗰啲咁嘅嘢又唔重複啦。總之佢嘅息咧去到10點幾厘，其實咧進一步惡化啦個財務狀況啦。好啦，嗱，更加嚴峻，我想講反為新世界咧喺香港地產嗰個地位非同小可啦。咁啊，佢同其他嘅地產商、銀行啊、供應鏈咧嗰種關係咧，嗰種供應商嗰種關係咧，盤根錯節啊！大家已經見到依家啲地盤冇人出有成啊，等等啊，本地嘅地產商地盤啊、大盤啊等等啊、二三盤啊，嗰種連鎖反應咧，已經係潰而不崩噶啦，已經崩崩地添噶啦嚇！如果新世界咧喺呢個時候再爆煲，
將會引發一場咧金融地震啊，甚至乎拖累其他地產商。頭先講咗啦，嗱，即係新鴻基嗰啲就穩陣噶嘛，依家都係比較。咁會唔會令其他啲中小型嗰啲咧？我都拍過一集啊，阿童叔以前嗰個御用係嘛，即係御用 agent 啊，都喺度講咧，好多中小型嗰啲咧遲早爆煲啊！我有一集你哋自己抄翻啊。嗱，根據金管局嘅數據啊，香港商業地產不良貸款咧已經由咧2022年嘅1.5% 咧急升到2024年嘅3.8%啊！咁啊，依家其實可能唔止，有啲可能撳下㗎，即係未去到不良貸款啊！即係大家都夠忙緊啊！你要明白呢一點先啊！如果新世界出事咧，呢個數字可能會再飆升啊！咁啊，市場分析員咧叫做 Brooke Silvers，佢指出咯，新世界嘅失敗咧，咁啊就唔會即刻搞亂香港金融系統嘅，但係咧就會引發呢種連鎖反應同埋嗰個不確定性啊！咁啊，類似咧延遲同埋咧祈禱，咁啊 delay and pray，佢話呢個 delay and pray 嘅策略咧，只能夠爭取時間，咁啊冇辦法咧解決根本嘅問題㗎。嗱，銀行今次融資咧，等於咧叫做咩啊？橫向分擔啦，即係我封面講㗎，即係咧將新世界嘅瀨嘢風險啊一嚿屎咁樣啦，係嘛？勉勉強強咧就將大家咧每人分一啲嚇，咁啊就希望咧點啊？依家大家希望穩住個局面啊！嗱，據知情人士透露，部分銀行咧甚至乎要求新世界咧去承諾咧未來賣樓嘅收入咧咁嘅優先分配權啊有，即係佢哋擁有呢個優先分配權啊！即係咧，你而家賣完樓啲收入唔係即刻攞嚟做咩嘢喎？你即刻要還錢俾人先喎。咁啊，作為咧參與咧呢個融資嘅條件，咁啊金管局同政府亦都密密關注呢件事啦。因為咧新世界一旦出事咧，咁啊香港嗰件事咧就麻煩啦。咁啊嗱，一講翻佢都係賣樓啦，係嘛？嗱，其實佢依家賣樓咧都賣咗248億嘅，啱啱嚇？都賣得唔錯。咁啊全年目標都有95%，但係後面都仲有好多，尤其是啟德嗰啲咧，你點樣賣咧？啟德嗰啲，咁啊即係都係咧要繼續努力㗎，因為咧嗱最緊要咩？劈價啫嘛。去黃都嗰度都劈啦，嗱新鴻基又咁樣劈落嚟，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密切注意啦。但係佢買樓嗰啲咧都係要即係銀行頭先講咗，即係個收益要即刻俾啲銀行先啦。嗱總括嚟講咧，依家新世界已經係風口浪尖噶啦。嗱唔重複噶啦，因為即係都係講嗰扎嘢啦。我即係總結都唔總結啦。今次總之咧，大家睇實佢嘅情況，隨時咧佢乜嘢咧一爆煲或者一有咩嘢，其實後面咧就會有一紮連鎖反應啊，唔關你事㗎。可能你有樓嘅，或者啱買咗樓嘅，或者之前自住乜都好啦，睇實呢單嘢啦。總之大家好啦，今集內容差唔多啦，大家有咩諗法咧？不妨喺下底留言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